你甲恁头家讲啊，讲阿聪诶，阿聪诶，唔是阿聪诶啊？嘛呢？好，几多点？哎，这位啊，啊。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知。哎，做饭呐！哎呦，你有你做饭啦？你就讲，你就讲讲。我知啊嘛。哎呦啊！哎呦！娘了你啊！娘了你！来来，再来。 按道理呢，大摆都按样，交替来手走。啊？娘的啦！听讲你呢？这个好处，来见面，好吗？你哪样？跟你一样啊。 我骗来哦。骗你？我要骗你？我不懂你啊！叫我就把你付脱了，慢讲啦，乖了。哦。 哎呀！你对外拢免弄门哦，听恁忙紧哦。他找你，
在办公室。我知影啦。是讲安怎？无啊。我要换衫呢，你要看？阿伟，杨梅来了。头家是安怎啦？即摆几点啊？自从阿昌来了后，你就拢无去跳舞，你拍算安怎？哎哟，迄规间店也毋是干我一个会晓跳舞尔，啊，着叫阿敏啊去跳 special 的，安尼着好啊，是安怎一定爱我？咱牛肉场哦，拢嘛是因为你才红的呢。而且咱店的生意嘛渐渐好起来，需要真侪小姐。你无做，我骹手根本就无够啊！咱做伙工课哦，遮侪冬啊，你嘛趁袂少钱。搁过几冬啊，你就当自由啊。真侪代志我袂甲你计较，但即件代志哦，免安尼就准煞。等下哦，叫勇啊载你去。无遐严重啦，我干那几工无去跳尔呢，生意袂做袂落去啦。而且你嘛知影，阿昌甲我是青梅竹马呢。你即摆来，我当然嘛开时间陪伊啊。头家，我过2工就去跳啊啦，好不好？你爱知呢，当初是阿昌啊害你落海的呢。你叫是我毋知哦，害我落海的是你甲阿宝啦。我叫嘛无做人无事啦。靠腰啦！你甲头家讲安怎？啊？你安怎？又叫我趁钱啊？啊？规头家拢是钱啦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是叫上好，就莫靠着好人趁钱啊！喂，啥小啦？什么傻笑？我有话想要甲你讲啊。你要讲啥？你讲的我无够细啊，我歹听啦。阿妹，你要倒啦？放手哦！我叫你放手，阿妹，放手！我只是想要甲你关心尔啦。头爷，我会帮你甲伊讲者，叫伊即阵啊，先莫甲你为难，但是你家己嘛要较残杂的，该做的代志嘛是爱做啦，莫去互人头鬃尾啊，好吧？好啦，我知。不过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晓处理，你莫插手。是。妞啊，现在是不叫的，做一面做一面，想不出茶的，我也别太死嘞。哎呦，啥嘞？
第二個呢？嗰個唔對啊！慢點嘅。慢點啦，副局長。操呗，我掉機啊！嘿啦，你聽聽。處理一下。緊啊！哎呦，恁头家有伫个？车啦，我走了，你从哪啦？我来车啦，吼，什么车？吼，我台中拄啊，本地要来你遮啦，我想讲先去别位办一下代志，才过来找你讲代志。哪知影目睭一年，我这车无去啊！啊，你台车毋是顶一阵仔才买尔，开无偌久就叫人偷牵去哦。按着安尼才会气死人。下苦的啊，迄恁最近场啊，生意袂歹。人遐尼多，你无替我问看卖，嘛是你有问到啊，无一定。无啦。好，哎，生意愈做愈大，你也看到伊啊，愈换愈大地啊。无啦，这朋友送的啦。朋友送的。用啊！你是食宵夜啊你呐？啊？你当这什么货啊？高粱啊！啥？高粱啊！我就想讲你，恁这心情较好个啦。好啦，我来等下叫个啦。你再帮我查看卖，吼。哟。好啦，好啦。卡死，真够好做。要死。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哎，小高，孩子，哪里收拾啊？你没事情空点就完了。我请太收。批发。啊，对啊，小高。哎啦，这摆阿布同工的事情重要，有茶有茶床，舒服天天，午饭饭，有嘛干啊？人冇啦，这个事情啊，忙上火了。你考虑看来啦，主要应该赚得到几多钱多？这个应该做创意通货嘅呢。考虑看来。好了，这位啊，要去上吊啊，叫拜拜还唔会吊，做马太。妹妹俩见啦。你外黑啊？用我按叫呢？用个按叫。哎，你用这个这地牌呢？不信，买好不嘅？我小。
你讲嘛该啊？变做体啦！搁等伊哈啦！乖，用诶。拜拜。哎，楚楚，楚楚，你看看讲一下嘛。我讲嘛该。楚楚。你看，从诶。向伊过来呀，唔记得了啊？叫我看到哈。无，你有啥讲法啦？还是来做？会甲准去啦。楚楚，哎呀！生日条的哦，同一栋，港岛的。听说吃豆芽米动摊哈？唔会啊，买吃豆以后呢，原本说青菜炒啦，哪从的穷哈？加酱用的。哦，也叫韩配的啊。哎呀，奶妈讲唔清楚啦。个，你做嘛做遐种，托三本人看你说啊。奶妈唔想啊，不过来欠条价钱，还蛮烦摕的。等下烦摕嘞，还就问我做嘞，好吗？不是普通用的，还可以成绩萌萌的哟。嘿哦，岳母嘞，还有做吗？做了萌用的孙啦。嘿哦，来啦，价钱哦，你先拿摕啦。来，拿去。做嘛该啊？哪嘛该钱？哪干唔嘅啊？你靠到公家饭，有钱，怎办个啊？好啦好啦，拿摕啦，好。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是。我相信大家拢已经看习惯啦，咱本土上界美丽的小姐，但是大家拢已经看先啦。你是咧讲啥？真笑。无想要搁看啦，所以讲呢，阮特别为外国请来一个马来的比，啥物？就是马的比，毋是真正的马哦，是马来西亚来的比啊！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轰动整个东南亚。我们的梦露小姐，我这个吹了。漂亮的马，哎呀，我们真正要看哦，要来哦，来看这个水了，啊缩落来，啊缩来，哎呦，不够。这个卡称，我要给你看，我要给你看，哦。哎，我要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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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你看一个啦。
水嘞！兄弟们，准备来哦！哎，你看袂着，你看袂着，哎，怎么玩呀？挂起来！哎呀，好啦，我挂起来。 只爱向前行，总会看到天光。死十头，体质阁强大。哎呀妹啊，你是甲小龙讲好啊？ 咱小楼都会知影伤济啦，电话线拢无够，先静下来啊！这下要安怎？这妹啊，拢伫咧顶头呢。哎呦，你咧创啥啦？ 阿妹，阿妹，我甲恁讲，阮店的钱哦，每期拢有按时缴，将来都毋捌减过。像你安尼冲台哦，啊，阮是要安怎做啦？阮的人客拢互恁惊甲走了了，啊，你也啥敢来看牛肉场？阮负责毋是早就捌甲你讲过，加以前毋是我教伊要转的呢，以前的敢毋免安踏。你叫我冲到遐尼好，阮是要甲别区配合啦。啊，有诶有，无诶无，当然嘛会出代志，对无？哥啊，啊你是超好啊袂啦？坐遮久啊，无要点，一个人抵消嘛是爱甲恁算150。好来先点，我要花生厚片奶茶，厚片花生酱卖伤济吼，奶茶我爱加糖。好，啊，我香蒜厚片，袂了呢，奶酥厚片。歹势嘛袂了呢。哦，啊无花生厚片好啦，啊去边哦。啊，我奶茶。好，水无啊？草莓有无？有。草莓厚片。 好，奶茶细杯，加冰角。好好。少年呢？你做伙呢？啊，要食啥？我要蛋米汁。啥？蛋米汁啊！好好。蛋米汁。啊，较甜哦。好好。我会当互恁的，已经拢互恁啦。你安尼冲台哦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做生意嘛。好诶。 话袂当安尼讲呢。反正我会当互你，就是遮尔多啦。大家照规矩来，若无疼破面哦，会真歹看哦。好呀，疼破面毋是阮歹看，是你歹看咧。啊，你想我清楚啦你。我有代志，请你处理者。啊。这个吧，这个袂歹啊。这顶头迄个有花无？我来啦。这个，这个，啊，来得来，等下我来甲调。
大家生日做得安泰，来动听的。哎呀，呀，伊掠见的咯，变三变四，了解爱咯，无爱管啦。怎么？啊，对啊。呀，你太爽，你阿爽。阿嫂。几来得啦？来的。给，阿嫂呀。唔怕啦，时间点咩？讲啊。佢佢裝嘅茶叫咩好食？哦，好啊，给你处理就好了，啊。好。你是茶吗？是啊，你这就会了。刘副局装个茶的，迄唔那个啊？哎呀，搿就太火呀，佢有钱。若要见见，莫唔见见，系嘛？对茶的算慢啦，迄无嘛个，咪真唔会行。调茶的唔好啊，比你做到的，我用干啥？行嘛该啦，若见去着啊，搿条钱啦，咱拿来分搿条木牙去生意，那样唔好咩？赢个钱要捐出去嘞，等下让伊穷下。搿是毋行，安怎讲啊？研究啊，有人啊，讨眼才好看的。哪个好讲的啊？分的啦。分的。唔卖吐。下个姊妹，都要本期开4件甜吗？唔敢卖吐，那就唔惨。爱骗人家啦，哈？乖哦。不客气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用啦，啊。上班，真係來哦。上班，我真正上班啊。老板睇起啦。較細膩哈。驚你哦。紧嘞！啊，恁搁咧拍牌啊？啊，你叫想咧饲猪呢？拢变练武啊呢？好啦，是歹啥笑。你在靠背哦！想啥？你已经教啊啦，搁坑你！警察甲人来冲台哦，我看你摕啥物来搏？小个！啊，既然袂用伫咧公共场合跳，啊，阮就去较隐秘的所在跳啊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来听拢无，讲较清楚咧。头家啊，我的意思吼，是讲，即摆毋是做事行迄卡拉 OK， 啊卡拉 OK 毋是有包厢，我用伫包厢跳啊，而且店内底迄套还拢用摕过来。啊，小的方面哦，阮着甲卡拉 OK 头家55分账，安尼哦，包厢遐尔啊济，一工跳落来，好底靠比牛肉场搁较好趁。对哦，迄我哪拢无想到，哦，叶梅哦，是有够巧的啦。我看迄个小刘哦，以后是要掠一颗雨啦。讲到迄个刘副局长吼，扣角啦。啊，你敢有知影？伊台变数，即摆伫倒位？你倒位？伫阿昌迄台肉场啊，已经拆到吼，连一支骨都无啊！赞，巧。林阿昌袂歹吼。要创啊？
破产点。对。安怎？飞机台啊？系啊，这个会啊。安尼3工互你。3工哦。干无好？天气吗？天气啊，你讲啥？我这边的车哦，赞的啦。恁这海线兄弟哦，拢来我遮摕呢。讲真正。啊，你车拢囥倒？啊，免囥另外所在啊。若是囥遮咧插头来操，飞起了，对无？好啦。啊，恁遮拢开到几点啊？几点啊？哎。迄是无一定啦。无安尼啊，看你当时要啊，打电话来啊。哦，几点拢会认识？好，好无？好。我打电话甲你哦。啊，这本我摕去啊。好啊。拜拜。大哥，这阿婆讲先来用的，假使唔来发，你怎处理？来啊！哟，来录视本来说嘞。哪来？哪改啦？做完都做完了。哪来？我做嘛呢？做嘛？马上来做事。行啦。那该用时啊，英语纯烟调酒出来，满奶空，满奶做事。做了几年，文创会洗啊，稳定下来。就用命袂个命，等于吼，有一伤诶，也袂拄叫咧，会晓得咧。也今年爱赚个钱啊，就讲你上个地图，也说是啊，搞本。兄弟，上亿个，你喊好无？救援者诶，下日本钱了唔拉啦，不过啊，唔定啊。搁顶下伊度，阿聪诶哦，莫去叫，听说为咱买到准。哎呀，伊对爱情好，佢呢，伊就像那个老模样诶。哎，阿莲。阿莲。去自杀嘞。是安怎哈？咱免弄问的呢。
上班时间要到，我看你转来无啊？我也知影。勇个啊。哦。啊，你要伫的迄台车，我找着啊。哦。你找时间去阮迄边看，吼。哦。好。阿妹，大概10分钟了会转来，伊要找伊啊。好啦，我知啊。唔怕啦，哪有？那便宜啦。没事啦。杨梅啊，进前你想的方法哦，确实袂歹趁。是讲哦，咱会当做伙拍电啊，对台湾头拼到台湾尾。到时若开分店哦，我再互你插股。这钱哦，你留咧啦。对啊，这。先啊。你安怎？那安尼？不要紧。我做你面子，好无？来啦，来。你是食歹巴肚呢？要看医生无？免啦，好休困一下就好。无爱也毋叫人代你的班，你先休困。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多少？顶款的地址，让找到你的车。阿昌。就是伊偷摕你的车，无毋对，我查出来。啊，搁有啊，老张，物件查落。较适意。少年的，啊，这道要点啥？无要点，好，我来面走，还是。点过来食好了。拜，我来面走，好，谢谢。但面子有够歹啉，后天要落屎。你是不要袂食？袂啊，我食。我知。讲定哦，好。你著较适意就对啦。我知。来啦。袂啦，我要食这个啊。好，来去啊。好啦。林美英小姐，用的喏。天母，
出问题的，宁夏请当下亚美来，亚美我带唔得的啦。你用我来啊？还有顺风嘞。阿聪的哦。不是，娘干啥？我也哈没忙啲啊。回来，要钱你妈太太。没啦，做得不平啦。你哈学生的呢，没有钱啊。这个问题，这个解决啦。阿聪在伫嘛？那阿妈老去讲。唔听错阿老去讲。阿妈唔伫啊。还想，搁等去找伊看啊。等嘛干啊？我靠，这是李玲的新款的呢，你走总统府哦？赞吼！嘿，车牌168班呢，这是高价少爷的呢，敢有特动？咱知就好，哦，明仔载解决送出去。阿伯，好啊，回出来。对，这包是啥物件？啊，你也去啊？系啊。
哎呀，你让我先出来！哎呦，我就唔会行出。送医后还是不治死亡，确实的肇事原因和刑责正由检警调查当中。接下来为您报道一则新闻快报。警方今天早上破获一个窃车解体集团，这个集团不只将窃取的车拆成零件贩卖，并在现场发现一包海洛因毒品。警方认为这个集团有贩卖毒品的嫌疑。已知集团首要分子名叫阿昌的残障人士，在警方攻坚之时趁隙逃逸。目前警方正扩大追查中。最新消息，中坜市南园2路一处民宅，上午9点多。怎么样？先莫烦恼啦，我会帮你探听啦，好不好？阿妹。好啦，你莫搁卡啦，阿妹，好啊啦。莫管啦！头车是小卡台，豆片是要关真久。希望这个电话嘛是为你好。你讲过，你袂骗我。你讲过。好啦，好啊，莫搁卡啦。阿妹，你安怎？较紧的啦，紧的啦。莫怪，莫怪。好啦，哦。人家讲，假心拄有假所在，假地方拄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知不心真爱，不想一条线在电期待爱心。这门不爱行起来，人海啊，做恋爱悠悠通通，现现做地情爱入宫，困电机任来任往的出戏，一霎人爱还做你俩，笑来笑。的心对戏，亲
电